为老师大家好，阮今仔日要朗读的题目是食果子拜树头，四个拢是小肉粽、烘番麦、蚵仔面线会叫声，愈听巴肚愈枵，巴肚枵枵，我强要当要调。啊，人一日唱，一日听着家己巴肚的叫声，咱这仔无规模，无赚钱。有啊，中昼的山影犹袂食，为便当袋仔摕出来试机，爬好开，食一喙。